昨是2020年5月20日，2020发音就是爱你爱你我爱你。讲全国总共有6007对的新人选择伫昨登记结婚，上侪人结婚的县市是新北市7023对，过来是台中市834对，第三名是高雄市793对。嘛，因为这个日子好记搁难忘，台南有一个远景，嘛选伫浙江，伫派出所下跪来求婚，派出所是充满着浪漫的气氛。 伫派出所内面演出一场求婚，边个同事拢拍婆啊鼓励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摕手机出来，一骹跪落，向交往5年的女朋友求婚。他说愿意啦。选伫520这天，代表爱你爱你我爱你，男主角就是满到派出所警员柯友嘉，也个拯救甲女朋友交往的影片，伫派出所内播送。 另外，浪漫气氛的也有伫欢迎公证，伫音乐的伴奏，新人家向证婚人证明。陈佩欣小姐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叶敏雄先生为妻？我愿意。袂少新人选伫这天完婚，敢若高雄这天就793对登记，比去年加1倍以上。值得特殊纪念的日子，因为今年有3个，2020就是爱你爱你我爱你。现在疫情趋缓了之后，可能很多空间都开放了所以登记的那个人数就会比较多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2020、520当天，全台就6007对的新人办理结婚登记，选伫这好记搁难忘的数字，完成终身大事。